柏芝 Edison 機艙自拍泯恩仇。自08年淫照曝光，張柏芝同陳冠希從此反目成仇。柏芝仲曾經聲嘶力竭鬧對方貓哭老鼠假慈悲，但細估唔到佢上星期日8號單拖去台北飲完好姊妹飯飯同黑人嗰餐，喺返香港班國泰機內撞到做完宣傳嘅 Edison。機上乘客報料話，見到佢兩個冇面阻阻之餘，柏芝仲主動叫空姐換位，坐去 Edison 隔籬。Edison 唱片公司都認有咁嘅事。咁又係有件咁嘅事，係我啱啱去台灣做完嘢，咁柏芝去旅遊，咁喺飛機上面撞到咯，咁咪係傾偈咯，佢應該係第一次見噶。全程仲有講有笑添，之後仲交換電話號碼，合照留念，咩恩仇都一筆勾銷咁款。